網上成日見到啲人講嘢九唔搭八，其實係因為佢哋連基本嘅邏輯思維都冇。真正有邏輯嘅人，遇到任何嘢都唔會就咁信表面嗰陣，反而會好似偵探查案咁追根究底，揾出最根本嘅原因。講起打爛沙盤問到篤呢種精神，不如等我分享幾個親身嘅經歷俾大家聽啦。記得有次喺 WeChat 群，有個 friend 分享咗一段喺赤道嘅旅行片，響條片入面見到有個當地人拎個洗手盤出嚟裝水，然後擺喺赤道嘅北邊，之後就將一朵花放響水面。過咗一陣，朵花停定晒之後，佢就拔咗個塞，水就向下流，形成咗一個漩渦，朵花就跟住個漩渦逆時針咁轉。跟住嗰個人再將個洗手盤搬去赤道嘅南邊大約1-2米，再做一次相同嘅過程。今次朵花竟然係順時針咁轉。個導遊仲煞有介事咁話：呢啲就係地轉偏向力搞鬼啦！班群友睇完仲話學到嘢，個個哇哇聲咁話世界真奇妙。嗱，睇到呢度我就真係忍唔住彈咗句：你哋咪信啊！班 friend 即刻問點解，我同佢哋講：我之前都去過2次赤道度睇表演，又特登去過南北極度做實驗。地轉偏向力冇錯係有，但邊有可能隔1-2米就會唔同晒？就算喺南北極，水流方向都係隨機嘅，要好似洋流咁大規模先會睇到分別㗎。個面盤咁細，根本就係取決於個盤嘅形狀，個塞點樣拔，甚至係咪用隻手撥咗個方向都唔出奇咯。仲有啊，條赤道線根本就係假嘅。地球個地軸每年就會喐15米，赤道嘅位置係會跟住變㗎，所以遊客區畫嗰條所謂嘅赤道線，10幾年前就已經係唔啱㗎啦。我講完呢堆嘢之後，班 friend 即刻狂派心心話：你真係勁喎，呢次真心學到嘢啊！估唔到咯，早排睇完都冇諗過係假嘅咯。其實我邊有咁神啊？只不過係我慣咗凡事都問到底啫。話說當年第一次見到呢個實驗嗰陣，我都信到十足十㗎。直到有次去咗南半球旅行，特登去做水流實驗，諗住可以見識下順時針嘅奇觀啦。點知啲水流就一時左一時右，完全都唔跟劇本嘅。嗰個時候我就開始喺度懷疑人生啦，心諗明明書本係咁教嘅喎，點解同實際測試唔同嘅？為咗解開呢個謎，響2014年，我特登飛咗去厄瓜多爾首都基多，一個正牌嘅赤道城市，見到當地人做同一個實驗嗰陣，水流又聽聽話話咁跟方向轉，我個腦即刻打晒 cake。喂，點解又同自己實驗結果相反㗎？之後我忍唔住再上網刨資料，先知道原來科里奧利力，即係俗稱嘅地轉偏向力，真係存在㗎。呢個係地球自轉產生嘅慣性力，係一個叫做科里奧利嘅法國氣象佬發現嘅。不過呢個力嘅速度好慢㗎，好似地球一日先轉一圈。佢嘅影響力主要係洋流、颱風同大氣雲層之類呢啲大規模嘅嘢。如果細到面盤水流呢啲，根本就冇可能會影響得到。最後發現真正可以控制水流方向嘅，原來就係個塞嘅螺絲紋、落水口嘅設計，甚至拔塞嗰時隻手指嘅屈動都會影響㗎。最搞笑係重新翻睇嗰條片，真係留意到當地人拔塞嗰陣，會用手指不經意咁撥一撥啲水，等暗中俾個初始力個水流。至於嗰條赤道線就仲假咯。地球嘅地軸明明係每年喐15米㗎嘛，垂直地軸嘅赤道係會跟住漂移㗎。遊客區畫死咗嗰條線，經過咁多年，好明顯已經唔係真正嘅赤道咯。所以我就係靠住呢種唔問到篤唔安樂嘅精神，先至可以拆穿呢個旅遊景點嘅把戲。知道呢3樣嘢就係地轉偏向力係存在嘅，但只會影響大規模嘅現象。仲有景區條赤道線根本唔準。等我再講多個打爛沙盤嘅例子啦。話說赤道周長係40,076公里，聽到呢個咁齊頭嘅數字，正常人都會覺得奇怪，點解會咁啱係個整數嚟嘅？如果就咁當成係巧合，咁就會錯過晒背後嘅古仔㗎啦。原來米嘅定義本身就同地球有關㗎。當年法國佬走咗去赤道度去到北極嘅距離，佢將呢個長度嘅1000萬分之一定義咗做1米。照咁計，赤道嘅周長就應該係齊頭4萬公里整。但現實係40,076公里，咁係因為地球唔係一個完美嘅球形，赤道位嗰度其實係漲咗少少嘅。跟住問題又嚟啦，咁萬一個地球變形，米嘅長度咪又會變？所以後尾人哋整咗條鉑金做嘅米原器出嚟做標準，點知鉑金都係會熱脹冷縮，
於是就改用黑86元素嘅輻射波長嚟定義。到最後仲勁啊，直接拎埋光速嚟做標準，1米就等於光年299792458秒嘅距離。由地球度出嚟去到用宇宙嘅常數做定義，呢個演變過程真係諗到頭都爆埋。睇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哇，使唔使咁執着啊？正正就係因為呢份執着，先至可以睇穿表面現象背後嘅真相。由拆穿旅遊景點嘅小把戲，去到追溯米嘅定義同演變，其實都係訓練緊自己嘅邏輯閉環思維。所以唔單止要識得質疑，仲要識得自己揾答案，直到所有疑點都一一解釋到，同埋成個邏輯鏈完美閉合先好停。所以當你下一次聽到啲神奇現象或者完美數字嗰時，不妨學下點樣層層追問，係咪真係咁㗎？點解會咁嘅？仲有冇其他可能性呢？追到最尾，你可能會發現真相往往會比表面嘅故事更加有趣㗎。